综合报道。全台湾有38个死刑犯，因为即马申请释宪，甲单也未执行，进前就有民间团体发起公投提案，要求判死刑了后半冬内就要执行。中选会这个案有受理，也毋过目前也在审核，敢会成嘛也毋知。这些死刑犯根本不会枪毙嘛，那到最后他们就是寿终正寝在监狱里面嘛。这个案子会不会去影响到死刑犯他们提出再审跟非常上诉的这个权益？两派激烈辩论，伫死刑议题论战。下调开公听会，因为今年2月有人提案公投，伫加加刑刑法增订死刑确定了后，要伫6个月来执行，除非法律另外有规定。政府现在做的事情是在保护杀人犯的人权，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想请问，难道那些被害者家属他们就没有人权？话讲啊正重，提案人施小典认为，对于死刑犯的保护无应该无设条件。相关公投提案，中选会受理了后，当地审核。啊，毋过是毋是成案是一个问题以外，准公成立嘛，管委会今年8月举办。时程看起来的话，应该是来不及了。应该是来不及，因为那个公投案的成立必须在公投日前90天以前，这个程序的进行都是按照既定的这个规定了。看死刑犯的名单，亲像真侪年前涉及台警察的案件，姓王的兄弟夜刀杀害冤警，小弟王碧英2009年互人判死刑确定，已经10多年啊，甲单还未执行，包括伊在内全台湾无执行死刑，还有38人。有关案件是属于中选会的职权，我们必须要等待所有的救济程序完毕以后，我们就一定会依法执行。死刑无执行，甲执行死刑规定有关系。明定只要有非常上诉、再审，还是申请改说宪法，都要先减慢。台湾已经有3年无执行死刑，法务部讲，只要救济程序无结束，都无法令会当允准。司法院对于死刑改说宪法的案件一直拢无结果，部院小体也是无时间表。记者综合报道。